朋友，大家平安，老师平平安，食饱未？即安。阵吼，会斗食饱。下昼食饱，阮即阵是下早，因为咱今仔个先录吼，因为等下有代志吼，忽然间发现伫遮吼生活足济代志，时间袂拄好，所以等下观众朋友，我应该会伫边啊吼，牵恁做伙看哦。继续留言互阮吼。今仔日咱要来讲即个咱已经讲足济届诶，啥物西班牙吼，西班牙伫台湾。西班牙咱也袂讲哦，咱拢讲荷兰尔。咱拢讲荷兰，对，但是也袂讲着西班牙。还袂讲着西班牙，安尼考试无及格。但是咱今仔看着即个地图。咱就知影吼，今仔为南边讲较北边去啊哦。这是台湾诶上北边。上北边，所以咧，今仔要来讲北边诶即个，大家知影红毛，要安讲啊？红毛城啦，红毛城。红毛城，啊个三貂角对无吼？我后壁这是，我后壁三貂角。圣萨瓦多城。这以前毋捌听过呢。奇怪吼，因为台湾生活遮久，但是拢伫台南较济。台北吼真正无啥熟哦。但是敢有认捌台北，咱今仔要来讲诶是，住伫原地所在诶人吼，有啥物上帝有互伊啥物恩典吼，安尼。所以咱今日要来，咱来看，是，咱来复习前礼拜讲诶啦吼。咱前礼拜甲荷兰伫台湾诶工课拢讲了吼，咱来总复习是吼，荷兰人伫台湾总共38天吼。就是宣告诶内容，就包括因伫遐建立教堂，就新港社先建立诶教堂，后来搁伫马头社搁有建立吼，后来搁伫真济所在搁建立教堂，搁设学校。设学校以后，佮教原住民会当读册，会当看字，会当看因家己诶话。因为较早，咱知影若无文字，所有诶历史拢总爱听别人诶啦，听别人讲。人若要讲你歹，讲你好，你拢无话。你若家己有文字诶是历史的，家己来写，毋免靠别人。相款咱台湾即摆有台湾字。咱台湾字爱家己写所以台湾字有那是罗马字啊。较早罗马字留落来，咱就会当建立一个正确的台湾历史，毋是拢在别人咧写。来设学校，来教导原住民来认捌家己的文字，这最重要的。搁有翻译圣经，称做西拉雅语。西拉雅语主要是新港话啦，因为新港较早是算做较强势语言，所以西拉雅语就是用新港话来代表。虽然阁有别个族群的话，来咱阁看见讲，郑成功来台湾就荷兰就转去啊嘛荷兰拍输郑成功就转去伊来时来台湾偌久呢？荷兰伫台湾38天，郑成功带来伫台湾24天。郑成功来一天就死去了嘛来换因囝19年，搁因孙2年，总共合起来22年，伊就向清朝投降啊。所以，但是因不证迄个郑成功诶。来诶时阵，咱知影讲伊台湾有啥物建设，因台湾就甲妈祖带来台湾，叫逐个人拢来拜妈祖，然后就迫害啦，就是迫害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得已就刷去山顶，你就爱完全失去你家己的信仰来拜。甲郑成功共我来拜妈祖嘛你若无爱，你就干那会当走去山顶向东边去
向花莲啦、台东啦，迄边走去逐个所在。所以咱即摆来看，你若去山顶，你会当看着。你爬去山顶的时候，我着哇，迄狗肠遐尼济，只一间遐尼一间，拢起甲足水诶。来平地呢，拢看到庙，拢什么什么祖庙啊，什么关公庙啦，有无？咱知影讲，这都是迄个时阵来拍线，这是等成功来台湾以后所产生的变化。这么好咱遮学习了后，咱来看今仔日要讲的哦。今仔日咱是要讲西班牙伫台湾。西班牙你敢知影？西班牙甲荷兰拢是咧相战，拢总有80冬咧相战。因为荷兰受西班牙的统治，荷兰人想要独立，像台湾人想要独立安尼啊。荷兰呢想要独立，结果咧甲西班牙，因为迄本西班牙伊的海军甲用啦。伊就伫遐一直要独立，就甲伊相战，拢总80冬。到1648年的时，甲真正得到独立啦。所以即阵1626年的时西班牙人就想讲，阮的对敌，因为荷兰是个对敌嘛。因为荷兰人已经伫南部做甲遐尼好，咱失去一个机会啦。因为台湾会当甲日本来贸易甲中国贸易拢真好，这是一个足好的所在，足好的点。所以西班牙人就讲安尼袂使，较紧来台湾，若无就荷兰人拢占去啊。因就走去台北，伊伫北部啦，对东海岸来，对东边来到叫做圣地亚哥，因改名做圣地亚哥啦，就是咱后来台湾伫遮写做三貂角原来台湾嘛有圣地亚哥的对啦。三貂角其实是用迄个声音甲伊翻译过来啦，是安尼。三貂角然后一当后伊就去家人和平，即摆和平岛来建立一个圣萨尔瓦多的城圣萨瓦多圣萨瓦多就是圣萨尔瓦多城啦，迄个和平岛所在去去的时阵内面阁有去一个修道院，已经修道院去啊真好，比南部的荷兰人去的教堂更较好，是伫1930年的时去好啦。伊咧山顶就是讲圣萨尔瓦多城起好以后，因阁继续去礼拜堂，就是教堂啦。因教堂的完工1630年，1630年荷兰伫新港社有起一间礼拜堂拄迄当来开始开幕来接受做礼拜，拢同款个时间啦。南边北边拢有教堂来建立。西班牙呢，咱西班牙来伫台湾的神职咧，就讲因的神父啦，神职的人员来台湾有48位，48个到台湾。其中有37个，因为那就有分做道明会啦，是讲方济各会啦，因拢有安尼分嘛。大部分拢是道明会的人，有37名嘛。9个到10，因就伫遐建立一个礼拜堂啦，就共同建立对啦。即摆来看三貂角伫倒位呢是上界正边，也就是台湾北边上界东边的所在。三貂角因拄遐登陆，西班牙的船到遮就爬起来岸顶。爬起来岸顶以后，就向家人去啦，来伫迄个和平岛，因为伫遐因爱伫迄个甲外海的所在，因拢靠船咧交通，所以甲外海的所在较有好的港口就伫遐建立因的城，建立后来佫几冬后就来伫佫就顺着迄条河，家人河来淡水河，就走来到淡水河的北边。起一个城，
迄个城目前叫做阿摩城，阿摩城还阁伫咧啦。毋过西班牙人迄阵去诶时毋是咧，叫做阿摩城，因是叫做圣多明哥，圣多多明哥，因是用迄个名落去。1629年诶时候就起好啊，但是到要到1642以前，伊知影讲，因伫遐诶人也无济，因诶军队也无济，伫遐经营无好势，所以伊就甲即个城破坏掉，甲伊毁坏掉，就无啊。无啦，1642年诶时，荷兰人就来，因为即阵即个时间因还搁咧相战，荷兰甲西班牙两国也未和好啦，因为荷兰也未独立嘛。1648年荷兰甲独立，所以1642年还搁是甲西班牙咧战，所以1642年诶时候，伫荷兰人就伫台湾诶部分就赢过西班牙人。西班牙就假输就爱转去所以有甲掠400几个活掠400几个荷兰人，拢总甲伊关伫教堂内底，关伫因去的迄个苏多哈，就是因的一个，我讲因的教堂，就是因的修道院啦。所以咱知影伊的修道院规模是真大因为400人。就是这个吗？即个就是毋是，即个没有。迄个图我目前有甲学出，迄个地基已经迄个考古诶人已经甲伊学出来，迄个地基学出来，迄个模型慢慢来当建。真正有的对啊，真正有，因为迄个咱有甲伊学迄个地基出来啦在1644年，荷兰人伫圣多明哥城就是讲西班牙人。因讲圣多明哥城，多明哥迄个城，伫原来所在，佮建立一个城叫做安东尼堡，这是荷兰人去的。后来日本人来统治啦，佮中国人来啦，拢有佮征收。目前即个阿门城还佮伫咧就是即个。后来英国嘅宣教士来嘛还佮伫遮宣教，拢有阿门城，就是淡水河嘅北边。所以咱知影伫北台湾的发展，当然迄个时阵咱知影伫北台湾的原住民有2个所在100%信天主教，伫南部呢，南部新港社差不多全部信基督教，所以因的福音的效力效果是真好因相款，因伫北边有哪是相款教因安怎读册。有哪用罗马字来教因写家己的文字，拢有安尼做。咱来看上帝原住民，我即摆讲的就讲，真侪外国人来台湾拢无法度生活，拢真紧就破病，若无就死去，所以足侪牧师来毋过因拢会无法度适应遮个环境，就等于因为台湾真侪，那像马拉利亚啦是真侪。对，佮有毒蛇咧饭时穿好，满世界随时拢会当看咧，山蛇啦，大捕蛇，牛角花，这毒蛇青竹丝，这种台湾的特产。你若去树林内底，尤其是即阵的热天，较早的台湾虽然真侪鹿无毋对啦，伊有真侪梅花鹿佮有真侪动物，所以大家拢要来抢。遮个鹿仔皮嘛，有无？因来台湾就是要爱得到鹿仔皮有真侪拢袂。但是你看外国人若来，连中国人来都无法度啦，都共款，真紧就拢无命。上帝有原住民拢会当抵抗遮个病害遮个病毒也好啦，毒蛇也好，因拢有法度适应。所以咱知影上帝。特别听即个原住民咱知影原住民因比台湾遮全部人来讲足侪汉人佮有原住民，目前台湾是安尼嘛。咱知影原住民的基督教信耶稣有70%，
平地呢汉人新疗所不过是6%、5%安尼尔，差足济啦。所以咱知影讲伊是足听即个所在，来路加福音10章19节，那新疗所吼咱来看圣经安怎写，我已经互恁有权通打蛇甲热仔虫。嘴巴糖，蛇热仔虫，热仔虫就是毒蛇热仔虫过赢过对敌隆重的溃力，对敌偌济溃力拢会甲赢过，决断无一项会害着恁。原住民目前还个活得真好，无一项物件会当甲消灭。虽然足侪所在外口的人甲因欺负，日本人来对因也无好，中国人来对因相款无好，逐个人来拢对因无好。毋过因原来就是即个所在咧生活，所以上帝听因也适合的即个土地。咱出世伫即个土地的人，相款我要听我所活的即个土地，这是正确的。好，咱今仔到这。所以其实上帝都听每一个所在啦吼，对，讲每一个土地顶悬的大个人，原地大个人，其实拢去互欺负较济吼。但是圣经有写讲，其实即个人拢有官兵，会当打蛇呢。这迄个掠蛇拢袂死。掠蛇厉害，伊台湾真正是出名吼，足济蛇有毒的。就是安尼，但是阮第四，阮有一个阿哥，就是互蛇咬死的。哎呦，是哦，安尼真正是，我第一摆听到，真正是做丰富的天然的吼，伫台湾吼，足济，我会记细汉老师拢会教阮讲你看到蛇啊，安怎办吼？去树林内面。因袂使喷香水之类的，所以就是讲上帝呢，互荷兰人来咱遮传福音吼，来伫遮吼，足侪当，所以都互原住民因拢会当信上帝，所以搞即款。所以咱知影地成功，咱毋敢来中国人也无爱来清朝也无想要来。因为伊甲台湾当作是个化外之地，因为因讲这是彝族啦、彝州，是讲琉球东湾，这是东部的番仔，这无价值的所在，因拢无爱来。但我最近有听讲吼，迄个风台拢会驶过吼，风台拢驶过，风台驶过，因拢毋敢入来安尼。就是上帝真正是做保护即个土地嘛是每一个土地吼的原住民吼，像喺美国还是对吼，拢是上帝保护的吼，还是马来西亚的人吼，足侪人吼，观众朋友为足侪所在来吼，相信拢有足侪原住民伫遐，有因的故事吼，等恁来甲阮讲哦。好，安尼今仔真多谢老师甲咱讲即个足特别的北台湾的宣教，北台湾的故事吼。安尼后礼拜一下暗会阁继续来听台湾的故事，讲台湾吼，台湾8点10分下暗吼，泰国7点10分。即阵我伫澳洲是下晡2点10分吼。真欢喜，跟大家搁做伙来开讲这个节目是台湾的台南宣教会林老师，跟泰国 KMO 基金会吼，我嘛是林老师，即阵已经伫做啥物？伫厝林做即个节目，真欢喜吼欢迎观众朋友搁继续家己饲一个赞。安尼分享即个节目，互你的朋友知影吼。安尼，咱后礼拜再会，多谢。再会，好，多谢，平安。